事情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好像那天一切都没那么糟，好像我这么多年的内疚和痛苦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怕，如果我过得不那么痛苦了，就像是背叛了他们。但其实不是，我们那天挺开心的，他们每个人笑的都挺好的。照片里的人在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一直在被怀念着，一直在被深爱着。我们也应该坚强，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，积极地活下去，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被他们祝福着。